譚松韻生動漫畫，咁其實就係靚喺嗰種節奏感同埋元氣。譚松韻就係完全相反嘅例子，佢體味係動態嘅，係鮮活嘅，有聲嘅，圓圓金眼，飽滿咗面珠墩，極具感染力嘅笑容，就令佢好似永遠都活咗陽光燦爛嘅二次元入邊。佢哋氣質核心係放咗，能量係向外洋溢嘅，就充滿咗樂觀嘅元氣。所以嗰啲過於死板嚴肅，然後又冷淡嘅衫會束縛住佢嗰種天性。咁着得最靚嘅就係嗰啲有節奏感同趣味性嘅搭配，例如衛衣加半身長紗裙，牛仔吊帶褲加條紋 T-shirt， 彩色嘅針織衫加埋格仔短裙，顏色咧可以係明亮嘅，款式亦都可以帶嚟可愛嘅元素，圖案咧亦都可以睇睇活潑咗嘅。佢哋穿搭秘笈就係在於生動，就好似下一秒佢就會喺靜態箱入邊跳出嚟，俾你一個燦爛嘅微笑。所以衫對佢嚟講咧，就係表達快樂情緒嘅對話框同埋表情包。所以風格嘅本質其實就係自我表達，靜氣嘅優雅型美人，你唔使強迫自己要活；生動嘅少女型美人呢，亦都唔需要強行扮沉穩嘅，好似劉詩詩咁喺靜默之中舒展筋骨，或者好似譚松韻咁喺動感之中揮灑我哋嘅元氣咧。當你着咗衫可以令你自在呼吸、自如行動嘅時候，你就揾到咗你最靚嘅狀態。